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繁华的都市，霓虹灯闪烁，像场的音乐响起阮的身边。虚情点面纸，假爱孤孤甜，只有寂寞无看见。一蕊红玫瑰，一杯威士忌，像场的戏花围伫阮的身边。明知是虚伪，不愿来离开，因为孤单愈想着你。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，无药通医。不知影思念你原来是一种滋味。酒啉好醉，饮予伊时时昏昏去。瑞啊，那你是安怎？你一安尼转去厝的来，连一句话拢总无爱讲。我惊哦，我若一个开嘴哦，你会惊一条，煞昏昏去啦。敢有遐尼啊严重性？那安尼我就徛一个较稳的，你讲来听看卖。迄耍石手的头家娘，就是来报亲生老母呢。世间哪有真是遐尼啊拄好的代志？实在是有人足歹相信的。是讲，伊若真是来报的亲生老母，伊的事业经营了嘛是袂歹，是安怎会到今仔才来提起这件代志啊？我嘛是拢想无，就听到伊讲哦，红爷仔是囥伫咱兜，一句话哦，我就开始头壳戆，啊到即毛偏偏搁咧死闪叫。伊会对来宝啊遐尼啊好，原来是有原因的。头家娘，啊你转来。哦，对啦，头家娘，啊你是甲阮阿母讲啥？无讲啥，我都毋捌饲过囡仔的经验，所以我来请教伊，讲是安怎甲你车用大汉经过尔尔。啊，阮阿母敢无拢讲互你知影是？伊讲啥个？伊讲我较早是一个真无受教的囡仔。恁老母吼是一个真伟大的女士。虽然我若是要问你的过去哦，伊拢嘛会徛在你的立场，袂讲你歹的所在。搁再讲，我嘛袂专工走去恁兜讲一寡无意义的代志啊。听人讲哦，老母生囝，虽然毋是亲生囝，啊，毋过若生久吼，拢会母囝面的。我毋才专工走去看卖的。对啦，头家娘，你看了安怎？你哦，实在真缘投，你老母佫真水，气质佫真好，可是哦，有母囝面啦。我推的啊，这件代志哦，一定要好好啊拍算了。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我下晡去请教文治啊，文治啊讲无需要有这件代志哦来底烦恼。佮再讲哦，咱内宝啊，伊也毋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，就算讲互伊知影秋莲是伊的亲生老母，伊也袂讲唔插啦。惊是惊迄个查某吼，有一天若笑起来，硬要抢来宝转去，是要安怎啦？是要安怎抢啦？内宝的命运自细汉是着登记伫咱的户口啊，谁都免小想要甲伊带走。佮再讲，伊也无法度通来证明讲内宝是伊的亲生囝。
就算讲伊，我都能提出来宝来出声证明，哼，我都唔相信。唔相信讲一个会放杀亲生囝的查某，也还有迄个面底皮通要来讨囡仔倒转。对啦，退的啊，你讲伊足有道理的啦。莫讲是恁人阿某都对袂答应迄查某来带囡仔，无论什么人若要抢我的乖孙啦，我这条老命我绝对甲伊拼的啦。阿妈、阿爸、阿母，我转来。来宝啊，哎，来宝啊，便当拢食完啦。看起来吼，素丁煮的比阿母煮的较好食。阿母，拢做好食。来宝啊，恁阿嬷吼一讲教毋着念要抱干仔孙啦，啊你是毋是对素丁仔有介意？这嘛要阿爸、还有阿母，恁同意才会使。来宝啊，下个月初十就来办恁的婚事好无？阿母，其实这个代志哦，我已经甲头家娘参详过啊。是安那你的婚事就要甲伊参详？阿母，毋是参详婚书啦，我是甲伊参详讲吼，我想要请假，带阿丁落等去下港，征求恁阿爸的同意啦。退的啊，还是来宝哦，考虑甲比咱较周到啦。退的，你看素丁老爸敢会反对这桩婚事？袂啦，听下来宝啊，转来就知影啦。万一伊若开嘴要讨真侪聘金，是要安怎呢？你啊，你妈呢哦，代志袂到，就先伫咧操烦啦。时到时担当啦，你阿妈呢想东想西啦，加烦恼的啦。啊，来宝头家娘，伊毋知会赞成袂？啊，伊凭啥物立场咧赞成唔赞成啊？推的，我想哦，咱来沙石场一逝了。当来宝啊，人落去下港啦，你去沙石场是要创啥？啊，恁是恁太太，是为什么要紧的代志，互恁走来遮？哎，敢是讲我去恁厝一逝，啊，互恁惊吓？若是安尼吼，真歹势，失礼呢。恁人误会啦，我到那你也来，是要来了解讲，你是毋是早就已经知影来宝是你的亲生囝？其实我完全毋知影，是迄天吼，无意中去恁兜，感觉遐个所在真明实。第二届我就去走去找恁太太，才确定吼，30年前放伫恁门口的红影，就是来宝啊。头家娘，啊，伫你还未确定来宝的身份之前，你就对伊遮尔好，遮尔照顾，可见哦，你是一个心肝真好的人。啊，是安怎？你会甲迄红影放伫个纸箱内啊？以前我是伫咧百货公司上班，迄当时有一个真缘投，啊，搁有钱的生意人对我真好。无久我就甲伊发生感情，啊，伊也有答应我，讲若生囝满岁迄天，伊要甲我订婚。谁毋知影，伊拢在骗我。其实，伊根本就有某。第一天，伊某突然出现，伊某骂我是妖精，佮甲我踢在地个涂骹。一个生理人不但无主动，伊某安尼凌迟我，等到我讲我是爱伊的妻，再甲伊咧高高甜，把因拍到规身躯拢是伤，我伫红叶啊死过走，死过行，行到恁的附近，已经无气力，心啊感觉真冤魂啊！才甲红叶放伫迄纸箱顶，原来是想叫我放下红叶的情形，迄种罪恶，我的良心都感觉真艰苦，真不安。你知影，我这几十年，
过到是我艰苦，我艰苦。我来去秋莲遐吼，是暗算要好好甲骂一下，骂这夭寿短命啦。恶毒到吼，竟然放杀家己亲生骨肉。也毋过，听伊讲起伊的过去，才知影讲吼，伊嘛是一个真可怜的人。哈，世间事就是安尼啦。有生活美满的人，嘛有悲惨可怜的人。内部也算也好运啦，有你家捡转来车用，也若无，咱今仔免了闹内部啊，这个后生，对吧？有爷啊，阿瑞啊，当年拢转来啊吼。阿母啊，较细个，较细个。啊，内部还袂转来哦？哎，就是安尼，我毋知你着急啊。阿母，唔免急啦。就算讲伊踮咧下港加一暗嘛，嘛无要紧。大人大种啊，咱毋免事事项项同体伫咧烦恼。我即马吼，毋是咧烦恼内部啊，甲这锁顶会安怎啦？我是咧烦恼锁顶因咧下袂查某囝老爸啊，若搁再乌白来，咱内部袂晓应付。万一若出啥物差错，啊看是要安怎着好？唉，阿妈、阿爸、阿母，我等来。内部啊，来宝啊，啊，锁顶老爸对恁的婚事敢有讲啥无？有啦，拄仔开始讲的时候，是讲爱50万聘金啦。等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，爱着才知影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啊，你有答应伊哦？无啦，阿母。内部啊，你是毋通讲付遐尼侪聘金了？你为了要救这个锁顶啊，一定付100万啊！什么即马聘金就搁50万？哎哟，你老爸啥苦哦，有够苦的啦！阿妈，锁顶有提起这件代志啦，所以因阿爸才毋敢搁再提起聘金的代志。锁顶有甲你做伙倒来去？有甲我做伙转来啊，啊，毋过因为因阿爸提起聘金，伊感觉足见效的，即摆人还搁徛伫外口，毋敢入来。对啊，紧也带你。锁顶啊，阿姆，你唔通生气哦。戆囡仔，行啦，来内底，来，入来。曹律师，一切都拜托你哦。你放心，我会照你的意思办好好势。啊，即马吼，我就紧来换伊办这个工程手续。头家，来宝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位就是咱公司的法律顾问蔡律师。蔡律师，你好。是的吼，我先来办代志。好，随行吼。头家娘，迄律师现在一直甲我看。无听到，伊甲你有缘啊？来宝，阿母，会点未？袂啦。来宝，你捌想过，想要见你亲生老母无？我拄仔知影讲，我是阿母为外口捡回来囡仔的时阵，我捌想过。也毋过，后来我感觉家己真好笑，想遐是要创啥。就算讲有一天，
我真是甲伊见面，我记着的，只不过是一个无熟悉的人，有啥意义？敢毋是？来啦，紧过来坐啦，来坐啦。刘爹啊，阿玉啊，真歹势啊！啊，你还未请恁啉着喜酒哦，又煞搁想互恁请。刘一哥啊，阮接到这张贴啊，比恁娶新妇哦更较欢喜，你知无？对啦，莫讲遐济啦。刘丁诶，咱先来祝来宝含锁定吼，两个人别头偕老啦。对，别头偕老，来，多谢，可以。对啊，推的啊，搁一礼拜吼，锁定甲来宝就要结婚啊。到时阵，咱是要去下港带伊，安尼敢会伤远？哈，你去港嘛是都爱带，要无你是要安怎带啦？较简单，你着叫素丁啊，前一暗就来住阮兜，啊到时才来阮兜带，较省啊行远啊。对，有你啦。刘丁啊，讲你空吼，头壳阁袂歹呢。那个阿瑞啊，我看哦，就安尼决定好啦。好啦，要无哦，时到才去拜托恁啦。讲安尼啊，恁娶新妇吼，特别麻烦哩，实在是真歹势咧。阿瑞啊，咱家己人你哪会讲这咧？对啦，无定着吼，这来宝啊骹手较紧吼，年底吼，恁就会当做阿公阿嬷呢。我看吼，无论骹手偌紧哦，拢是恁先做阿公阿嬷。对啊，咱叫阿公阿嬷一辈。对了，请问林木推先生有伫哩无？我就是啦，请问唔知有啥物贵事？阮抓着请问头家娘，急要甲你见面。伊人伫咧倒位？伊倒伫病院。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为啥你来看我？头家娘啊，我来你看你身体臃肿，哪会突然间走来倒病院？我就以前跳港自杀，虽然去互救起来，也毋过也已经带性命。我非常感谢你甲来帮我车用大汉。阿爸，来宝，头家娘，我拄仔就通知，我就随我来。你，宝，我想要拜托你这项代志。头家娘，你请讲，有啥物交代，我一定做会到。以后刷一下手，就由你接手经营落去。头家娘，你是讲？继承的手续，陆需要拢已经办好势啊。从今以后，你就要好好友好你的爸母，知无？来宝，头家娘，都是你亲生的老母。我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来宝，紧，免叫阿母。阿母。公笑，公笑。唉，推的啊，阿蕊啊，你嘛莫安尼，这摆红的安尼尖条条、破条条，我一个金干仔孙，倒是用去借我抱一个无？对，阿母来食醋啊。有影啦，
咱安尼占条条，紧让阿母抱一下。阿母，我来。哎呦，我这金柑仔孙呢？哎呦，金柑仔孙啊做药吼，做药吼，做药吼，做药。石无心啊，石无心，偌久变黄金。无推阿瑞啊，这对温来的翁某，一世人历尽了沧桑，受尽了风霜之苦。在末年总算讲得到一个查甫的金孙，互因两个传宗接代的当有所交代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石无心到今日全部结束，非常感谢您的批评和指教。先跟您拜一早年，祝您新年新气象，一切万事如意，再会。